係咪成日覺得阿爸阿媽矮，細路仔就一定矮呢？好多父母甚至會同個仔女講：我哋都咁矮，你點會高啊？呢個諗法可能唔單止錯，仲會限制咗細路嘅成長可能。科學話俾我哋知，遺傳唔係一個唔可以更改嘅定數。我哋嘅基因更似係設定咗一個身高潛能範圍，而最終喺範圍裏邊達到邊一點，就掌握喺環境因素裏面。呢個就係表觀遺傳學嘅概念，即係喺唔改變 DNA 序列嘅情況之下，外在環境都可以影響基因點樣表達。簡單嚟講，就算先天基因相似，後天嘅培育可以帶嚟好大嘅差別。仔仔女女高度關鍵嘅環境因素包括：一、充足均衡嘅營養，尤其係蛋白質同鈣質；二、適量嘅運動，特別係跳躍同拉伸動作，好似跳繩、游水、打籃球；三、同埋要有足夠嘅優質睡眠，因為生長激素主要喺深層睡眠嗰陣時分泌，所以千祈唔好俾注定矮小嘅諗法偷走咗你仔仔女女嘅可能性。記住，身高唔止靠遺傳，後天創造嘅環境非常關鍵。